中油伫台南市即马还阁有4个天然气的井。2023年，这矿业法修正三读通过了后，针对有这天然气井的关电甲量电率，一个人是会当分到1400块的现金的补助。今仔日透早9点就开始分，真侪人拢欢头喜面来领钱。 透早关电社区活动中心头前的广场排队排甲叉，大家拢是为着要领1400块的矿山回馈金。意外之财啊，感觉足好的安尼啦。天然气伫恁家恁袂影响着？没。回馈乡里是很好的啦，刚好因为立法院有通过矿业的一个条例嘛，所以我们在地的 居民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，我们非常高兴啊！经过了解，因为这个回馈金大部分拢是透过社团去甲中油申请补助，加上无标准办法，嘛无固定。有寡民众认为无公平，这回该全面发放，民众发声支持。社区分吼，妈妈教室分吼，老人会，这样就只有这些参与的人可以享受到。现在是给每一个人，这个是 有福同享啊！中油即阵伫台南市也有4口天然气井，分别伫咧关电区的量电率甲关电率已经运作20档。虽然以里的范围来发放，不过伫咧气井边仔咧建筑的民众怨叹，因为户口无伫咧遮，无法度领。有危险性啊！可能这驾驶路也较唔好啊。嘛是烦恼讲这里这附近过来啊，下一个啊，下一个啊。85% 要回馈给我们的里民啦哈。 然后这次的那个条件是112年有涉及在我们关田里跟农田里2个里满1年，以及那它的金额划换是每人1400元。伫去年10月份公布矿山管理金的回馈金发放办法，这回是头届修法通过了后，正式发放回馈金，所来政府计普发1万块，这事先发钱，嘛让当地民众感受到意外之财欢喜。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。